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。本書由杜麥奴女士讀出，香港好書流星協會有限公司製作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1。《紅樓夢》人物關係圖頁2。第83回，醒宮闈，賈元妃染恙，鬧歸困，薛寶釵吞星。下話說周瑞家的說着，又笑了一聲道：奶奶還沒聽見呢，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。前兒周瑞回家來，說起外頭的人，打量着臧門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，也有說賈府裏的銀庫幾間，金庫幾間，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鑲了，玉石嵌了的。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，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只給娘家。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，我們還親見她帶了幾車金銀回來，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。那日在廟裏還願，花了幾萬銀子，只算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呢。有人還說，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。園子裏還有金麒麟，叫人偷了一個去，如今剩下一個了。家裏的奶奶姑娘不用說，就是屋裏使喚的姑娘們，也是一點兒不動的。喝酒下棋，彈琴畫畫，橫豎有人服侍呢。單管穿羅罩紗，吃的大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。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，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還。還有哥兒呢，說是寧國府、榮國府，金銀財寶如糞土，吃不窮，穿不窮。孫來說到這裏，猛然噎住。原來那哥兒說道：算來總是一場空。這周瑞家的說漏了嘴，說到這裏，忽然想起這話不好，因噎住了。鳳姐兒聽了，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，也不便追問，因說道：那都沒要緊，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？周瑞家的笑道：就是那廟裏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，後來丟了幾天，虧了使姑娘撿着，還了他，外頭就做出這個謠言來了。奶奶說
這些人可笑不可笑？鳳姐道：這些話倒不是可笑，倒是可怕的。閘門一日難似一日，外面還是這麼講究。俗語兒說的，人怕出名，豬怕壯。況且又是個虛名兒，終究還不知怎麼樣呢？周瑞家的道：奶奶累的也是，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胡同兒都是這樣說。況且不是一年了，哪裏呃得住眾人的嘴？鳳姐點點頭兒，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，遞給周瑞家的道：你先拿去交給紫鵑，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，若要官中的，只管要去，別提這月前的話。他也是個靈透人，自然明白我的話。我得了空兒，就去朝姑娘去。周瑞家的接了銀子，答應着自去，不提。且說賈璉走到外面，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：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。賈璉急忙過來，見了賈赦。賈赦道：方才風聞宮裏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梨木去看病，看來不是宮女而下人了。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麼信兒沒有？賈璉道：沒有。賈赦道：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曾大哥，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裏打聽打聽才是。賈璉答應了，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，一面連忙去見賈政、賈珍。賈政聽了這話，因問道：是哪裏來的風聲？賈璉道：是大老爺才說的。賈政道：你索性和你曾大哥到裏頭打聽打聽。賈璉道：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。只見賈珍迎面來了，賈璉忙告訴賈珍。賈珍道：我正為也聽見這話，來回大老爺、二老爺去呢。於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。賈政道：如係原非，少不得中有信的。說着，賈赦也過來了。到了晌午，打聽的尚未回來，門上人進來回說：有兩個內相在外，要見二位老爺呢。賈赦道：請進來。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，賈赦、賈政迎至二門外，
先請了娘娘的安，一面同着進來，走至廳上，讓了座。老公道：前日這裏貴妃娘娘有些欠安，昨日奉過旨意，宣召親丁4人進裏頭探問，許各帶丫頭1人，餘皆不用。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，不得擅入。准於明日晨巳時進去，申酉時出來。賈政、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，復又坐下，讓老公吃茶畢。老公辭了出去。賈赦、賈政送出大門，回來先稟賈母。賈母道：親丁4人，自然是我和你們2位太太了，哪一個人呢？眾人也不敢答言。賈母想了想，道：必得是鳳姐兒，她諸事有照應，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吧。賈赦、賈政答應了出來，因派了賈璉、賈蓉看家外，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。遂吩咐家人預備4乘6轎10餘輛大車，命兒黎明侍候。家人答應去了。賈赦、賈政又進去回明賈母。晨巳時進去，申酉時出來。今日早些歇歇，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。賈母道：我知道，你們去吧。赦、政等退出。這裏邢夫人、王夫人、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，又說了些閒話，才各自散了。次日黎明，各屋子裏丫頭們將燈火驅已點齊，太太們各梳洗畢，爺們亦各整頓好了。一到卯初，林之孝合賴大進來，至二門口回道：轎車驅已齊備，在門外侍候着呢。不一時，賈赦、邢夫人也過來了，大家用了早飯。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，眾人圍隨，各帶侍女1人，緩緩前行。又命李貴等2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，自己家眷隨後。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，跟着眾家人一齊去了。賈璉、賈蓉在家中看家。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驅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。一會兒，有2個內監出來說道：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，爺們驅着令
內宮門外請安，不得入見。門上人叫快進去。賈府中4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，令眾家人在外等候。走近宮門口，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，見他們來了，便站起來說道：賈府爺們至此。賈赦、賈政便挨次立定，轎子抬至宮門口，便都出了轎。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，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，走至元妃寢宮，只見金碧輝煌，琉璃照耀。又有2個小宮女兒傳諭道：只用請安，一概兒箸都免。賈母等謝了恩，來至床前請安畢，元妃都賜了座，賈母等又告了狀。元妃便向賈母道：近日身上可好？賈母扶着小丫頭，戰戰巍巍站起來，答應道：託娘娘洪福，起居上見。元妃又向邢夫人、王夫人問了好，邢、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。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，鳳姐站起來回奏道：尚可支持。元妃道：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。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，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命，請娘娘隆目。元妃看時，就是賈赦、賈政等若干人。那元妃看了職命，眼圈兒一紅，止不住流下淚來。宮女兒遞過卷子，元妃一面拭淚，一面傳諭道：今日稍安，令他們外面暫歇。賈母等站起來，又謝了恩。元妃含淚道：父女弟兄，反不如小家子，得以常常親近。賈母等都忍着淚道：娘娘不用悲傷，家中已託着娘娘的福多了。元妃又問：寶玉近來若何？賈母道：近來頗肯念書，因他父親逼得嚴謹，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。元妃道：這樣才好。遂命外公賜宴，便有2個宮女兒、4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裏，已擺得齊整，各按座次坐了，不必細述。一時吃完了飯，賈母帶着他婆媳3人謝過宴，又耽擱了一會。看看已近酉初，
不敢羈留，俱各辭了出來。元妃命宮女兒引導，送至內宮門。門外仍是4個小太監送出，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。賈赦接着，大伙兒一齊回去。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，仍應照舊齊集，不提。且說薛家今季自趕出薛蟠去了，日間拌嘴沒有對頭。秋玲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，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。既給薛蟠作妾，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。今季看去，更是一個對頭，自己也後悔不來。一日吃了幾杯悶酒，躺在炕上，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。因問着寶蟾道：大爺前日出門，到底是到哪裏去？你自然是知道的了。寶蟾道：我哪裏知道？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，誰知道他那些事？今季冷笑道：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，都是你們的世界了，別人是惹不得的。有人護庇着，我也不敢去斧頭上捉虱子。你還是我的丫頭，問你一句話，你就和我摔臉子，說塞話。你既這麼有勢力，為什麼不把我先勒死了？你和秋玲不拘誰做了奶奶，那不清淨了麼？偏我又不死，礙着你們的道義。寶蟾聽了這話，哪裏受得住，便眼睛直直的瞅着今季道：奶奶這些閒話，只好說給別人聽去，我並沒和奶奶說什麼。奶奶不敢惹人家，何苦來拿着我們小婉兒出氣呢？正經的，奶奶又裝聽不見，沒事人一大堆了。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。今季越發盛起，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。寶蟾也是下家的風氣，半點兒不讓。今季將桌椅杯盞進行打翻，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，哪裏理會他半點兒？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，便叫香菱，你過去瞧瞧，且勸勸他們。寶釵道：使不得，媽媽別叫他去，他去了，豈能勸他？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。薛姨媽道：既這麼樣，我自己過去。寶釵道：依我說，媽媽也不用去，由着他們鬧去吧，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。薛姨媽道：
這哪裏還了得？說着，自己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邊來。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，又囑咐香菱道：你在這裏吧。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，聽見裏頭正還嚷哭不止。薛姨媽道：你們是怎麼着，又這麼家番雜亂起來？這還像個人家兒嗎？矮牆淺屋的，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？金桂屋裏接聲道：我都怕人笑話呢，只是這裏掃帚顛倒數，也沒有主子，也沒有奴才，也沒有妻，沒有妾，都是混賬世界了。我們下家門子裏沒見過這樣規矩，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。寶釵道：大嫂子，媽媽因聽見鬧得慌，才過來的，就是問的急了些，沒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，也沒有什麼。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，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也省了媽媽天天為家門操心呢。薛姨媽道：是啊，先把事情說開了，你再問我的不是，還不遲呢。金桂道：好姑娘，好姑娘，你是個大賢大德的，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、好女婿，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、舉目無親，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。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，只求姑娘，我說話別往死裏挑檢。我從小兒到如今，沒有爹娘教導。再者，我們屋裏老婆漢子、大女人、小女人的事，姑娘也管不得。寶釵聽了這話，又是羞又是氣，見他母親這樣光景，又是騰不過，因忍了氣說道：大嫂子，我勸你少說句兒吧。誰挑檢你，又是誰欺負你？不要說是嫂子，就是秋玲，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啊。金桂聽了這幾句話，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，說：我哪裏比得秋玲？連他腳底下的泥，我還跟不上呢。他是來久了的，知道姑娘的心事，又會獻勤兒。我是新來的，又不會獻勤兒，如何拿我比他？何苦來
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，行點好易吧？別收的像我，嫁個糊塗行指手活寡，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。薛姨媽聽到這裡，萬分氣不過，便站起身來道：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，她句句勸你，你卻句句毆她。你有什麼過不去？不用尋她，勒死我，倒也是稀鬆的。寶釵忙勸道：媽媽，你老人家不用動氣，轧滿既來勸他，自己生氣，倒多了層氣，不如扯出去，等嫂子歇歇兒再說。因吩咐寶蟾道：你可別再多嘴了。跟着薛姨媽出得房內，走過院子裏，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香菱迎面走來。薛姨媽道：你從哪裏來？老太太身上可安？那丫頭道：老太太身上好，叫來請姨太太安，還謝謝前兒的荔枝，還給冚姑娘道喜。寶釵道：你多早晚來的？那丫頭道：來了好一會子了。薛姨媽料她知道，紅着臉說道：這如今我們家裏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，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。丫頭道：姨太太說哪裏的話？誰家沒個碟大碗小合着碰着的呢？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呢。說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，略坐了一會就去了。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，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：左肋疼痛的很。說着便向炕上躺下，嚇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第83回下完。想繼續聽我哋嘅有聲書，可以到好書流星網站掃描眼前嘅二維碼，或者去網址www.goldboksclub.org.hk， 撳入錄音書名單嘅選項中，裡面有提供方便選聽錄音書嘅連結。在此多謝大家嘅收聽。